接獲投訴後，應詳實記錄單位、滲水位置、滲水情況及投訴者的聯絡資料，方便後續跟進。Control 及保安主任安排人員到單位視察，到達現場後，先仔細檢視受影響的位置，觀察有冇明顯的水漬、裂痕、變色或霉斑等症狀。須得到住戶同意，拍照留存滲水現象及環境，作為報告記錄及日後追蹤的依據。告知住戶，保安人員的職責是觀察、記錄並向管理層匯報，不涉及檢修或判斷技術問題。若滲水情況嚴重，可能引致結構安全隱患，例如天花板下垂、水漬最明顯，應立即通知客務處緊急處理程序。若情況輕微或已沒有再滲漏，告知住戶將會轉交工程部跟進。有關部門稍後將會聯絡。Control 及保安主任根據同事的相片及記錄資料，製作 Incident Report 或 Job Card 作跟進。保持專業禮貌的態度，避免作出修理承諾或處理時間預測。不要直接觸碰或擾動受影響的天花位置，以免引發安全及損害風險。只作基礎信息收集並負責轉報，技術勘查和維修應交由物業技術人員及專業人士負責。所有跟進步驟及通訊必須記錄於 OB 簿及 Incident Report 內，確保有完整備案及問責。